面對詐騙假消息持續不斷，所以中嘉寬頻三冠王相助車團隊今年11月份結合台南市志願服務推廣中心，設定高齡長輩規劃了媒體所用的系列課程。在1號點案底邀請昆山科技大學講師林建穎，伊就來教大家學曉看清楚用查證代替證書等防止詐騙的撇步，嘛帶領長輩演出防詐騙的底橋。會中長輩嘛組隊用因真實案例來角色扮演，包括穩賺未了的投資詐騙、囡仔車禍死神要討錢，以及運動彩券中獎等情境。即擺股票真正起價咧，迄種還未上市的，也未上貴的，真正會買錢。你有想要加入阮的會員？一定愛加會員，還有即個。你愛加入會員，你毋知影會錢貴。叫做食虧去啊！迄即馬社會攏用安尼咧騙人。我騎奧多擺，有些銀行燒咯，我是無介嚴重啊，但是對方吼足嚴重，即馬我緊送去急診，馬上愛60萬塊保險金，你較緊回復我，較緊轉互我。一天10萬塊，我即馬想咧，我來轉。我有想，兒子，你把那個頭稍微轉一下，看起來好像不是我的兒子啊。長輩用以人生的故事來到宣傳，除了有說服力，更重要是鼓勵大家愛加問一句，加查一個，相信每一個人都是社區媒體守門人。戲劇的方式，然後來討論防詐的主題，然後同學們也透過思考親身經歷的經驗，然後變成繪畫的方式，然後去推廣，用自己的方式去推廣詐騙這個主題，讓更多人知道。期待他們未來進入社區的時候，能夠當成種子，然後在防詐的主題當中，將更多觀念推廣給大家。22位長輩經過媒體所用6節課的洗禮，除了將學到的防止詐騙觀念內化，更重要是日後每一位都是社區防詐隊的一份子。對此，中嘉寬頻三冠王相助車總經理陳建春在課程最後一天嘛親自頒發結業證書，嘛大家成為防詐騙的政治老師，做伙宣傳如何分別真假，養成對各種新聞加信息提高警覺。社區防詐守門員，上！台南新聞軍籍彩虹報道。